故事劇場，小熊的新朋友。小熊阿比搬咗去一個新城市，去到森林小學第一日返學，佢孭住新書包，既興奮又緊張咁走入咗去課室。但係佢一入去就發現，大家用啲好奇怪嘅眼光望住佢。你講嘢好奇怪喎！馬騮仔好細聲咁講，原來阿比嚟自北方，有一啲嘅口音，同學們好唔習慣，就開始喺背後竊竊私語。阿比感到好難過。食晏嘅時候，一個人坐喺操場角落，連飯都食唔落。返到屋企之後，阿比話俾媽媽聽：我唔返學啦，啲同學仔都唔中意我。媽媽摸下佢個頭，好溫柔咁講：你有自己嘅優點，只要你願意展現，大家係會發現你好叻噶。第二日，老師要大家畫一幅我的夢想。阿比拎出顏色筆，開始畫佢最中意嘅畫面，一座森林同埋美術館，裏邊各有動物嘅動作，佢畫得栩栩如生，連老師都驚嘆：哇！呢幅畫你畫噶？兔仔好驚訝咁問：係啊，我最中意就係畫畫啦。阿比好腼腆咁講。從嗰日起，越嚟越多同學就圍過嚟請阿比幫佢畫畫。佢幫小象畫生日卡，幫小鳥設計班裏邊嘅海報，仲教大家點樣畫一個可愛嘅小動物。漸漸咁，同學嘅口裏邊都唔再注重佢嘅口音，反而仲要學佢講嘅嘢，覺得好有趣喎。而阿比亦都開始開朗起嚟，同大家一齊玩。到學期尾嘅時候，學校舉辦咗一個才藝日，阿比喺全校展示咗佢嘅畫作，講述佢由害怕交朋友嘅故事，去到交到朋友，大家都報以熱烈嘅掌聲。阿比開心笑咗，佢知道真正嘅朋友唔係睇你點樣講嘢，而係欣賞你係邊一個。